包媒少解田地青叶的偏重理解。比较难的就是这个篇章理解了，因为它和单句理解、对话理解一样，题目只能用听的，但是篇章理解的内容更长了，所以会比较难一点。呢种题型會有2集到3集嘅題目，穩重老題目做下冇溫時，但強先行會有溫時停停，所以你愛成類樣先行，理解嗰集先行嘅意思。過來就是睇穩重老題目，到底幾篇嘅穩重程度佔線索，包媒選出正確嘅答案。下輩你來練習一下。提出題嘅先行係1錢花太少，錢花太少。2頭上空空，抽屜空空。3頭上冇鎖，抽屜沒鎖。4坐得太黑，坐得太緊。第二題嘅先行係1讓發生意外，怕發生意外。2老人搞錯，不和人往來。3聽等人事行，跟着人流行。4求一則心安，求一個心安。第3題嘅先行係1大鵬隔壁鄰舍，幸虧有隔壁鄰居。2生活苦，冇好偷，生活苦，沒什麼可偷。3種下全冇賊股，鄉下完全沒有小偷。4屋下有人種地，有人看家。讓睇呢條先行，了解到集先行嘅意思以後，就會注意睇應用嘅穩重老題目，包媒對穩重嘅線索比度，選出正確嘅答案。以下將睇穩重